嗱，咁作為腫瘤科醫生咧，我係一定唔食啲食物嘅。咁咧，其實可以預防復發嘅。嗱，咁作為腫瘤科醫生咧，我係一定唔食啲唔新鮮嘅食物嘅。咁另外一啲火腿啊、腸仔呢啲加工嘅食物咧，我亦都好少食嘅。因為咧，其實世衛旗下咧有一個叫做癌症研究組織啦 （IARC） 咧，其實佢列明咗咧呢啲咁嘅醃製食物咧係一啲一級致癌物嚟㗎。咁聽到呢度唔使太驚，視乎我哋食嘅份量啦，同埋年期㗎。咁例如香腸、火腿呢啲啦，如果每日都食50克以上，就會有機會提高患大腸癌大概2成嘅風險㗎。便秘咧有陣時咧的而且確係大腸癌嘅一啲病徵嚟嘅。咁但係咧絕大部分嘅腸癌咧都未必會有便秘嘅。咁咩情況下腸癌會引起便秘咧？如果腸癌係發生喺我哋左邊嘅結腸，例如降結腸啊或者乙狀結腸啦，而個腫瘤咧越生越大，塞住咗我哋嘅出口咧，咁就有機會咧產生便秘嘅症狀啦。咁所以咧就唔好以為有便秘先至係大腸癌嘅先兆，先至睇醫生。大便隱血陽性咧嘅意思即係大便有血。咁呢啲血咧可以嚟自息肉啦，可以嚟自我哋嘅食物。譬如如果你食咗好多鴨血啊、豬紅啊，甚至乎食咗好多紅肉啊，都可能會令到大便隱血呈現陽性嘅。如果大便隱血測試真係呈陽性嘅話咧，都真係應該要諮詢你嘅主診醫生，睇下使唔使再做進一步嘅大腸鏡篩查，揾出個原因嚟啊！嗱，你咁樣諗咧，就真係大錯特錯啦。雖然我哋知道大腸癌一般嚟講年紀越大風險就越高，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有啲情況之下咧係會病發嘅時間咧係會早過50歲之前嘅。例如咧，我哋如果家族患有腸癌嘅病史啦，例如我哋嘅爹哋媽咪有嘅話咧，咁有可能咧會推前發病年齡咧10年㗎，咁即係應該要提早檢查㗎。咁我哋近年咧都見到咧大腸癌咧都有年輕化嘅趨勢嘅。就我平時見到嘅案例，舉個例啦，我最近咧都有睇到一啲20-30歲嘅個案啦，亦都以前咧亦都試過案例咧，有位30歲嘅男士，佢唔煙唔酒啦，佢大便有啲血，佢以為咧係痔瘡發作喎，延誤咗診症，到最後咧發現嘅時候咧已經去到第4期嘅大腸癌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唔好以為係50歲或者年紀大先會有腸癌啦。嗱，大家千祈唔好咁樣諗喎。無論係咩期數嘅話咧，其實大腸癌咧都有醫治嘅方案。就算大腸癌去到晚期，醫生亦都有方法可以幫你控制病情、延長存活率同埋改善生活質素嘅。就我頭先舉個案例啦，30幾歲男士發現嘅時候已經去到第4期啦。但係咧，好彩我幫佢做嗰啲測試咧，發覺原來佢係基於某一啲嘅遺傳基因所引致呢個大腸癌嘅。佢係適合做我哋近年最新啦，亦都好有效嘅一啲免疫治療。咁佢做咗免疫治療之後，大概1至2年之後咧，其實咧佢到而家都存活咗超過10年啦。咁啊，仍然係冇任何病徵同埋副作用嘅。咁所以就唔好話驚延誤咗診治，發現第4期啦就灰心。嗱，咁大腸癌分唔同期數嘅。如果仲喺息肉嘅階段，咁我哋喺做大腸鏡檢查嘅時候，發現息肉可以直接做息肉切除術。切除咗息肉之後，就可以防止佢演變成為大腸癌。如果大腸癌已經進入1期啦，亦即係大腸嘅腫瘤咧侵入咗內壁啦，但係並冇侵犯附近嘅淋巴結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可以透過手術切除進行根治。如果大腸癌去到第2期或者第3期，我哋通常咧就首先要做大腸嘅腫瘤切除術啦，然後術後咧需要做輔助式嘅化療去進行消滅剩餘嘅微細胞擴散。去到第4期啦，咁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藥物治療啦，例如常見嘅化療藥、標靶藥、免疫治療等等嘅。喺部分局部擴散嘅癌症，例如可能只係單邊嘅微細嘅肝臟擴散啦，我哋甚至乎可以做手術將佢切除嘅。咁若果腫瘤係直腸癌嘅個案咧，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喺術前咧需要做放射治療，去嘗試將個期數降級啦，幫助可以進行手術根治性嘅切除，而且可以盡量保持我哋嘅肛門口嘅正常功能添。嗱，咁呢度都要提提大家啦，做完手術切除，記得就係要喐多啲，做多啲運動，因為其實我哋有好多嘅醫學證據證實啦，多做運動咧其實可以預防復發嘅。咁亦都另外啦，做完手術有啲病友會話，我驚手術嗰個傷口會受損啊或者痛啊。其實咧做多啲運動反而咧會少啲痛，而且咧就會幫助我哋手術後嘅復康添。咁所以記得喐多啲啦。
嗱，做大腸治療期間咧，其實我哋要食多啲高質量嘅蛋白質嘅。咁呢啲高質量嘅蛋白質咧，通常係嚟自魚啦、肉啦、奶類啦或者大豆類嘅。咁要食幾多先至夠啊？通常我哋講緊咧，要係體重乘以1.5克嘅蛋白質先至足夠嘅。例如你嘅體重係50公斤咁先講啦，咁我哋咧需要咧食至少咧75克嘅蛋白質咧就為之足夠嘅。嗱，咁喺發現咗大腸癌之後咧，腫瘤科醫生會為你根據你嘅期數咧進行針對性嘅治療啦，務求快速有效。如果係早期咧，我哋切除啦；如果比較後期咧，我哋進行啲針對性嘅治療，例如標靶治療等等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中醫嘅角色咧好多時候咧會幫我哋調理身體啦，減低副作用啦，達到固本培元嘅情況。咁我自己亦都有啲經驗分享嘅。咁我記得咧就有一位伯伯啦。佢早幾年咧突然間中風喎，咁佢中風出現咗半身癱瘓嘅情況之後咧，喺入院期間咧同時間發現第4期嘅腸癌擴散咗去肝臟同埋有流血嘅情況。咁呢個時候咧我咧就幫伯伯啦安排咗一個放射治療啦，防止咗繼續有出血嘅情況啦。然之後咧佢亦都有同時咧接受中醫嘅調理，去改善佢中風之後嘅復健，改善咗佢體質。以使佢咧之後可以進行到跟住落嚟嘅標靶治療，咁最後佢嘅治療嘅效果亦都非常之良好㗎。咁所以咧喺某啲情況之下咧，其實中西協作咧係的而且確可以幫到病人嘅。咁當然啦，每一個病人嘅情況都唔同，你可以諮詢返你嘅主診醫生，尋求適當嘅意見嘅。